用手机点外送的饮料或者是饭菜，是最近这几年才开始实行的。不过，在印度的明北有一间外送服务公司，已经有130年的历史啊。因的外送员会骑铁马或者是走路，甲人客伫咧引导家己做的便当，提去互伊伫咧外口咧做事的亲人。而且，这间公司佮家己做自制辨识的系统，或者唔捌字的外送员，买当甲饭菜准时送去人客手头。 达巴瓦拉斯提供印度孟买出餐外送的服务已经有130年。外送员骑脚踏车，顶头载着各种的便当，经过孟买大街小巷，这是当地正特别的情形。老店外送服务是采用现代化外送的订阅制，因一个月收13欧元，差不多代表465块的月费。会员有超过10万人。 外送员摕到便当了，会按照地址安排路线，互因送的工作更较有效率。虽然真侪外送员教育程度无悬，唔捌字，但佫袂影响因送餐的服务，因为达巴瓦拉斯有家己一套识别系统。The B is for the box to be delivered to the Borivali district. 5 is the number of the Dabawala. It goes to Bandra. And 1 CBO means customer number 1 in Office C on the first floor. 伫即马用手机订餐的平台愈来愈多，即款老时代的外送员也开始担心因的工课，因为因即马要送的便当是愈来愈少。In the past, I used to deliver around 25 meals a day. Now it's 15. 达巴瓦拉斯外送员一个月薪水只代表2900到4000。 目前外送员的人数超过5000人，虽然生活方式慢慢伫咧改变，不过依靠达巴瓦拉斯的人客也是有外送亲手做的便当的情形，伫孟买即马也是看会到。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。